海之低褐藻糖胶是我们在2003年从日本引进到美国，我们是日本公司在美国的分公司。一般的用户最关心的就是怎么去看服用的效果。那当我们在跟客户沟通的时候，我们都会建议说，可以用2个阶段来看。第一个阶段就是他在服用2-3个礼拜之后，自己的免疫系统应该有所提升。那免疫系统提升之后，他在治疗的期间的这些副作用，像是呕吐、食欲不振、精神不佳这种情况，就会慢慢的改善。再来就是更重要的第2阶段，一般我们就会建议说，跟随着医生的检查报告，像是 CT scan、MRI 这些断层扫描、核磁共振的影像报告，去看一下说，它这个原本增长得很快的肿瘤的部分，是不是随着医生的治疗以及这个服用海之低褐藻糖胶之后，它有这个控制下来，不要再继续增长，增长的速度是不是有减缓，甚至去停止增长？那这样子来看的话，是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检验方式来看这个服用海之低褐藻糖胶之后的效果。我们当初之所以会去研究抗癌的保健品，主要是因为我们在日本是最大的水产公司，有40年的历史。那我们希望说，能够结合医生以及研究人员去研究为什么冲绳地区是世界癌症并发率最低的地区，也是大家都知道是最长寿的地区。那我们发现说，当地的食用的2种海藻，一个是海运，一个是裙带菜孢子叶，这2种海藻上面的这个年华成分能够有效的抑制肿瘤的发展。那当初这样子的研究报告，在96年的癌症协会都有相关的数据提供出来。海之低褐藻糖胶主要是在帮助重症患者。那它在1996年的时候，在日本的癌症协会有公布有关褐藻糖胶的研究数据，主要的功能有：第一个是抑制癌细管的增生，也就是防止癌细胞的扩散跟转移；第2个是去加强免疫系统的提升，也就是让病患在治疗期间或者是手术治疗之后恢复体能上有很大的帮助。那第3个是去诱导癌细胞的凋亡作用，也就是帮助病患的身体重新去启动这个新陈代谢以及凋亡的作用，帮助肿瘤的消退。那这3个功能在1996年的癌症协会都有研究相关的数据，我们都欢迎观众可以来索取我们的免费资料。相信好多觀眾朋友咧，對於褐藻糖膠究竟係乜嘢咧，未必係好熟悉嘅。咁而家我簡單介紹一下，其實褐藻糖膠咧，佢喺1913年有挪威嘅醫生發現呢個成分咧，佢具有修復壞細胞、消炎等等嘅功效。咁由於當時咧癌症唔係好多見，咁呢個成分咧就唔係話有太多嘅研究，直至到最近嘅20年咧就越嚟越受到關注嘅。基於我哋咧喺日本最大嘅水產公司，咁除咗利用我哋嘅海洋資源之外咧，就結合醫護人員啦，同埋所有嘅研究所嘅資源，我哋去研發點解沖繩係全世界癌症病發率最低同埋最長壽嘅地區。咁我哋發現到咧喺當地嘅居民當中有2種嘅海藻當中抽取出嚟嘅 fucoidan， 亦即係褐藻糖膠咧，佢具有4大功效嘅。第一個功效咧，佢可以阻止腫瘤血管嘅增生，亦即係咧可以阻止到嗰啲癌細胞擴散同埋轉移嘅通道。咁第2個功效咧，佢可以誘導癌細胞嘅凋亡作用。第3個功效咧，佢可以提升病人嘅免疫系統。第4個功效咧，如果病人係做緊化療或者放療嘅時候咧，可以降低嗰方面嘅副作用同埋併發症嘅。咁我相信咧，好多觀眾都好想知道喺服用海之低褐藻糖膠之後咧，佢個功效究竟係啲乜嘢？係點樣嚟體現出呢個功效嘅咧？咁我哋通常會分2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咧，通過服用2至3個星期之後咧，病人嘅體質各方面或者可以講免疫系統有冇提升啦，咁佢個胃口同埋消化系統啦有冇改善啦，等等呢方面你體驗到嘅。咁第2個階段呢，就係服用3至4個月之後，我哋希望咧病人可以去做一次跟蹤嘅檢查，譬如 CT scan 啦或者 MRI 啦，可以對比佢未服用之前嘅
嗰個效果係點樣，就比較直接同埋科學化嘅。